还习惯吗？我在唱阿美族语的，可以吗？我怕你们不习惯，又没有附翻译，真的对不起你们。那我唱一首中文歌好不好？好。唱你们有听过的啦，因为我妈妈说来台湾发展啊，要记得要唱中文，不要一直唱阿美族语。然后我想要挑战一个比较困难一点点的，因为听到这首歌大家可能都会很嗨吧。我曾经在这边表演过，说承诺，就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这边听，承诺过我要唱这首歌。好，今天又回来这里表演了，我要唱这首蔡依林的《姑娘》。想象一下，我是蔡依林哦，原住民版本，N 字腿，不要叫我们吓到了。好，大家掌声好不好？在旋转的指尖，是谁在痴痴的追随？那一夜，那破旧放风的台阶，我轻轻抖落的汗水，点亮了起点，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。我要把时间忘了谁，你的心事都印在我的眉眼，放弃的放任都实现，能不能追回？现在两眼我闭着眼，只想看不见你此时的眉眼，白夜夏夜我不见，我无能有谁，无聊的是人人的感现在表演，我闭着眼，很想能够见你此时的眉眼，白夜夏夜我不停歇，我不能言睡，无聊的喜悦没人感觉来。